来就是惊这个幼囡仔为着病毒反动症并发着脑炎，所以昨开始从医药驻幼囡仔预防社，才开放一大久啊，尔就互抢定了咯。全台湾拢伫今仔日开始帮幼囡仔来自辉瑞 BNT 的预防社，第一波配送着40万3千剂。高雄屏东地区有诊所，唔免事先注文，是开放从随到随住。都未少的家长一透早就带着小朋友到诊所来排队。啊，高雄有一间诊所，天也未光，半暝啊4点，家长就到现场来号位，也毋过敢若提供40个名额。有人等1点外钟，等到尾啊，注无到，是气价规巴肚血总倒起来。这么生气，就是因为排队等真久，却无注到疫苗。不用明天再那么多人来这边排队，你可以排明天的号码排好，后天的号码排给后面延续下去，要不然对后面的人真的很不公平。生气失望的唔只只有爸爸，还有其他的家长。互通了，怎么说？1个多小时互通了。啊，不然就要早点讲，那我们早点回去。因为带囡仔来注疫苗，结果却无排到。今仔日全台湾开始注辉瑞 BNT 儿童疫苗，高雄这间诊所免注文，开放随到随住，结果一透早诊所外口拢是人。几点来排队的5点左右。5点就来了。啊，有几个小朋友要打？2个。我有听到前面的家长，然后听说4点多就来排。透早4、5点就来排，7点9的已经排到后边去啊。想说他们怎么没有数一下大概几个人？就如果超过就不要再等。人这么多，结果要是有一半拢无注到。我们会再检讨一下，看明天到底怎么把剩下的4批疫苗把它打完。或许不会再采今天的方式，我觉得这样家长真的太辛苦了。要注射囡仔真正真惊，虽然安尼要是爱做，毋那高雄屏东这间诊所一透早嘛有真侪囡仔，拢是家长带来注疫苗的。现在这个是专门对小孩子弄的，所以就会比较放心一点。疫情一直咧传，儿童动症个案增加，互家长拢心惊惊。之前要来观察的，即马等着辉瑞 BNT 儿童疫苗，网络注文现场排队，各看怎为着囡仔健康，要是爱来抢疫苗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